Hello，我係鄭俊澤。作為碳中和宣講員，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綠色出行嘅一日啦。所謂綠色出行，就係採用對環境最細影響嘅出行方式，例如話步行、踩單車、乘搭公共交通、車輛共乘同埋環保駕駛等等，達至減少污染、節省開支、提高能效、有益健康嘅目的，致力降低出行時嘅能耗以及對環境嘅污染。咁就嚟睇下我綠色出行嘅一日啦。Let's go！喺澳門，完善嘅公共單車租借系統同埋持續擴展嘅單車徑網絡，令單車出行成為市民休閒同埋通勤嘅綠色新選擇。選擇騎行唔單止減少碳足跡，都為咗構建低碳澳門貢獻力量。目前兩間巴士公司嘅新能源公共巴士佔比已經超過90%。呢啲電動巴士，例如係已經投入運營嘅增程式電動巴士，據測算每年可以降低大概30% 嘅碳排放。呢個舉措係為咗配合特區政府澳門長期減碳策略嘅具體實踐。澳門輕軌網絡正不斷咁擴展，媽閣、石排灣以及橫琴線已經陸續開通。作為電氣化公共交通，輕軌有助減少陸上交通碳排放，配合澳門邁向2050年近零排放嘅綠色目標。咁呢個就係我綠色出行嘅一日啦。唔知你睇完呢條片之後有咩想法呢？咁我而家再多介紹一啲啦。其實澳門咧喺2021年至2025年係推行咗4點嘅澳門環保規劃嘅。咁第一點咧就係共同應對氣候變化，構建綠色低碳澳門。第二點就係加強環境污染治理，建設宜居宜遊城市。而第三點就係加強生態環境保護，提升澳門生活品質。第四點就係融入灣區發展大局，深化環保交流合作。咁而我做嘅咧就係其中嘅第一點。第一點就係話共同應對氣候變化，構建綠色低碳澳門。佢就係應對氣候變化同埋推動低碳發展，包括訂立溫室氣體長期減排策略，推動使用新能源車，建設綠色城市，鼓勵並協助企業實踐環保，仲有倡導綠色生活，包括節能減排、發展智慧水電，加強公眾參與，倡導綠色生活同埋消費模式。